老板，我找你有个事儿。你先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合同核对一下。哦。行，合同没问题啊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老板，那个小王他天天早退迟到的，我想把他开除了。哎，老板，我过来了。正好过来了，小王是吧？是奶奶生病需要医药费是吧？是的。行，我正好早上让财务拿了3万块钱过来。哎，这刚才拿过来的3、4万块钱怎么变成了2万呀？不是老板，你啥眼神啊？你看着我干嘛？你不会怀疑是我偷的吧？不是，我现在深度怀疑是你拿的，知道吧？你早上没别人来，就你第一个来的，知道吧？你刚才叫我在核对合同，我都没注意看，知道吧？切，你刚才说的一会儿3万，一会儿4万的，你是不是记错了呀？啊，老板，我什么记错了？反正至少有3万块钱，知道吧？我刚才忙别的事情啊，但是现在2万肯定不对，知道吧？我看你是人脑子不好使吧？刚才说的是3万，现在又是4万，现在是2万，我看你就是记错了吧？你不要瞎冤枉人，好不好？这世道可是要讲证据的。不是，你还要证据，知道吧？你知道这个钱是干什么用的吗？啊，小王他奶奶现在在医院等着这个手术钱救命，知道吧？你这个钱你都敢拿啊？我告诉你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公道就在人心啊！我今天我就证明给你看看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请你们帮我证明一下，这个钱是不是这个主管拿的？如果是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人一生平安，这个钱可是救命钱呀！